嗱，壓軸登場嘅啦，為大家帶嚟嘅啦係粵曲《怒安州》，講述嘅係南宋守將陸登夫婦死守怒安州，抗擊金兵，同夫人啦喺城破之時以身殉國嘅悲壯故事。一腔忠烈，蕩氣迴腸啊！嗱，演唱者啦係羅品超嘅徒弟，香港演藝學院講師洪海，以及加拿大貴秀唱家萬芳華女士，掌聲有請。能退於金兵。
事？你肩光之烈，為夫豈有不知？為是懷裡嬰兒，何堪高虎狼之吻？請夫人你及早逃生，尚可留6門血脈，望他一成人長進，能把父業繼承把夫人啊！將軍啊，此之頭國爭榮，日後必成大器。但何日出世良月，便離父親？何況為妻去後，將軍安兒前，馬兒後，誰人侍奉將軍呢？將是沙場喋血，但求馬革裹屍，何須要人侍奉？但王夫人保此為孤，集在難民當中，逃生取吧！雷鳴金鼓震城樓，士卒齊心注定扣，守城有責都不敢停留。言盡於是，夫人快走啊！賢妻保重，文龍我兒，隨良取吧，拜別了。文龍學
是力保老安州，不必那臭手，我誓不夜有利劍在手，看戰死街頭。夫人，你還未走啊？龍兒已付託余娘，為妻將前侍候。哎呀！現妻忍心氣只轉回頭，付託有人扶你。
少婦女夢愁，自恐嘅怕，我賢妻難逃。要為夫殺你麼？請將軍下手啊！你殺我！你殺我啦！你殺我啦！啊！殺寶地啊！百戰沙場，千敵寇，英雄劍咩下，鬼神咩仇。今日青雅風拿在手啊！如何能惹斬我妻爺頭？妻是賢妻妻
就了。
眼望夫人血淚流，凄厲意破千秋。嚟到我哋嘅舞台前邊，有請你哋。多謝今日所有演出嘉賓帶俾我哋咁精彩嘅演繹，一曲曲聲情並茂，韻味十足啊！簡直係一場聽覺盛宴。我哋再次俾啲掌聲佢哋好嗎？多謝晒。亦都多謝嚟到現場嘅所有觀眾朋友嘅大力支持，願經典永流傳。呢家宣布萬芳華好友演唱會